那你是不是也为了这些女孩们哭了很多次？其实是因为我其实就很像他们的爸爸一样。他们一路以来成长很多，然后越到后面的集数，其实会看到他们的表现，会感染到我。我其实是一个很不轻言掉泪的人，但在这个节目我已经眼眶泛泪不知道多少次了。他们真的很努力，看到这些追梦的女孩这样进步，我觉得是很荣幸可以见证他们的成长。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就是因为我从海选，然后一直陪他们，一直走到现在，走到今天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进步非常非常多。然后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真的很以他们为荣，我替他们感到很开心，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成就感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我觉得他们4团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女团的。我觉得他们的心理素质，不管是他们的歌舞、他们的歌艺跟武艺，或者是他们的心理素质，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。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，《DD52》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会不会有第2季？一定会有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提供给有梦想年轻人的一个舞台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渴望舞台。你看他们表演，你们真的就可以感受到，完全被他们所感染。那你是不是也为了这些女孩们哭了很多次？其实是因为我其实就很像他们的爸爸一样，然后把他们放到一个女团的一个这个补习班，就是他们快速成长的一个补习班。然后每次看到他们有人被淘汰到鬼牌区，我就会觉得很舍不得，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参加选秀节目出道的嘛，所以其实是蛮有同理心的，就知道哦，他们其实会灰心、会难过等等，所以我都是以一个比较鼓励他们的一个角度啊。就是告诉他们说，其实你们是很棒的，对，继续撑下去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在歌唱上面，当然我觉得不要这么严格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以一个整体来讲，团队来说，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的氛围吧，青春洋溢，然后当然这时候的小孩女生都很想展现他们的性感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现在看他们的作品一定是很多层次的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一个整体，跟一个艺人特质吧，还有舞台的魅力。